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10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第1203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309天。随着俄军全面撤向特克蒂诺以南边境地区，乌军已完全占领该地区。在库尔斯克这个乌军已经拿下了特克蒂诺。在顿涅茨克北部呢，在过去的5天里，乌军控制了托尔斯克北部地区，并重新占领该地区东部和东北部的新阵地。在西维尔斯克和克列缅斯克前线局势，自5月底以来，俄军成功攻占了维尔赫诺卡米扬斯克以及格里霍里夫卡以南的多个阵地。与此同时乌军在克列明纳以南的森林地带恢复了行动，并在该战壕迅速推进。据俄罗斯消息人士透露乌克兰使用海马斯火箭炮系统对库尔斯克地区雷尔斯克的一座文化娱乐中心发动了袭击。雷尔斯克是俄罗斯军队进攻苏梅州的关键集结地。近几周，乌克兰对雷尔斯克的袭击有所增加。乌军在这个库尔斯克地区的叫特约特金诺地区成功俘虏俄罗斯里海舰队反潜前指挥官，叫阿列克谢·马马耶夫上尉。这位是反潜舰的指挥官，居然在库尔斯克被乌军生擒。马马耶夫于2013年担任里海舰队反潜舰艇指挥官之一，现任职于第165。与他一起被俘的还有另外8名俄军。俘虏这8名俄军的是乌克兰第253突击营和第33突击团。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在乌军进攻库尔斯克期间，库尔斯克当地出现了一些不被克里姆林宫喜欢的问题。俄媒报道说，在库尔斯克州的居民里出现了向乌克兰军队卑躬屈膝的叛徒。俄媒没有具体报道，估计是在乌军进攻期间，当地居民与乌军合作，接受了乌军提供的救济和帮助。这个在乌军进攻库尔斯克的时候时有发生这让克里姆林宫极为不满，甚至对随同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多位外国记者发出威胁，只要不反抗并且接受乌军帮助，就被视为叛徒。这个在俄罗斯一点也不为奇怪。苏联时代这样做的苏联平民会被判刑甚至处决。有媒体报道说，俄罗斯正向苏梅运送创纪录数量的军事装备。上周末至少有10套新型自行火炮系统、1套防空系统以及40多辆载有士兵和弹药的卡车从克里米亚和赫尔松运出，前往苏梅战区这个俄罗斯在为苏梅哈尔科夫这一线发动夏季攻势正在做紧锣密鼓的准备。根据这个美联社9日的消息乌克兰空军当天表示，俄罗斯在夜间对乌克兰发动了自冲突以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共发射近500架无人机。乌军称，此轮袭击中，俄军除发射479架沙赫德自杀式无人机外，还向乌克兰多地发射了20枚各型导弹，打击重点集中在乌克兰中部和西部地区。乌空军表示其防空部队在当晚击落了277架无人机和19枚导弹，仅有约10个空中目标成功命中预定目标。据官方通报，目前已知有1人受伤，上述数据尚无法通过独立渠道核实。当然，乌克兰也没闲着6月8日晚至9日，乌克兰向俄罗斯发射数百架无人机，莫斯科、图拉、梁赞、利佩茨克、奥列尔等11个地区发生爆炸，至少4个机场实施临时限制措施。乌克兰无人机击中楚瓦什切伯克萨雷生产无人机抗干扰器的工厂，该工厂距离乌克兰边境1000公里，工厂燃起大火，损失未知俄罗斯喀山一个武器库和炸药制造厂也被无人机击中，袭击是由携带子无人机的远程无人机实施的。这种无人机可飞行距离600到700公里，用于深入敌后进行外扩手术式精确打击。6月9日这就是乌军袭击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首府叫切伯克萨雷的俄军联合体生产工厂。乌总参谋部称已确认至少2架无人机打击了该设施。这个网上有很多视频先是1架无人机撞上去发生爆炸，后面又一架无人机继续撞上去。据称该工厂是一家导航设备制造商，主要生产包括伊斯坎德尔在内的导弹。当天凌晨，乌特种作战部队与国防军还打击了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州一
军用机场。乌方称该机场部署可能携带有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米格31战斗机，袭击导致2架俄军战机受损，俄方对此暂无回应。从这个俄罗斯空袭乌克兰的这个效果观察啊，因为双方都在加大那个空袭力度，派出的无人机这是400-500架，明显的翻倍了。乌克兰的蛛网行动有明显的效果，俄罗斯轰炸机携带的航空滑翔炸弹数量明显减少，与之相对应的昂贵的导弹数量开始增加。6月9日消息，俄罗斯核工业研究所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一架配备 FPV 无人机的乌克兰海军无人体袭击了部署在黑海天然气平台上的俄罗斯特种部队。但这个乌克兰海军的这个海洋保卫无人体啊，在黑海上快速行进的时候啊，就要接近这个黑海天然气平台，因为这个平台现在不开采天然气了，已经作废，但是上面部署有俄罗斯的特种部队。这个时候无人机啊，就从那个海洋保卫上升空袭击这些俄罗斯的特种部队啊，这是无人艇和无人机的配合。乌克兰人把无人机的袭击啊，已经玩出花样。根据媒体报道啊，这个俄乌就交换战俘和遗体出现罗生门，俄乌相互指责对方违约。俄罗斯和乌克兰7日没有按照协议交换战俘和阵亡士兵遗体，双方相互指责对方违约。俄罗斯代表团团长俄总统助理梅金斯基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根据俄乌双方此前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谈判中达成的协议，俄方将6000多具乌军阵亡人员遗体移交乌方，并与乌方交换被俘伤病员和25岁以下人员。6日，俄方已开始履行协议，并将首批640名拟交换被俘人员名单交给乌方，并将首批1212名乌军阵亡人员遗体运抵交换地点。目前，俄国防部联络小组已抵达俄乌边境，但出于某种原因，乌方人员并未抵达约定地点。梅金斯基说乌方出人意料的无限期推迟了接收阵亡人员遗体和换俘时间。他敦促乌方严格遵守时间表和双方所达成协议，立即开始移交工作。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俄方关于乌方推迟交换战俘的说法。乌战俘待遇协调总部说关于交换战俘，按照乌俄达成的谈判共识要求，乌方已向俄方递交交换人员名单，名单涉及以全部换全部方式交换重伤和重病军人以及25岁以下被俘士兵，而俄方递交的交换人员名单与商定方案不符，乌方提出意见并在等待俄方回应。关于交换阵亡士兵遗体，双方虽已达成共识，但未就交换日期达成一致。乌方愿意在已达成的人员交换框架下继续开展工作，并呼吁俄方回归建设性工作，在未来几天落实共识交换人员。这个泽伦斯基6月8日晚在视频讲话中也说俄罗斯方面尚未按照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提供千人对千人人员交换计划的完整名单，双方各执一词实际上我看了一下双方的报道目前争议主要在这个遗体上面。这个25岁以下的双方的士兵都已经回到了各自的国家，那其他的人员被俘人员交换恐怕也在推进之中。现在争议比较大的就是俄罗斯搞了1212个依据这个他们自称是乌军的遗体送到了这个边境地区，等着乌方去接收。然后这个俄罗斯方面也煞费苦心邀请了非常多的记者在那儿等着，结果并没有等到乌方接收人员，所以这个现在在网上成了一个热点。这个事情怎么看怎么都像是俄罗斯方面做了一个局。因为最近乌克兰安全局搞的这个蛛网行动1.0 2.0， 把这个俄罗斯可以说是炸的是焦头烂额，丢面子，不仅丢面子也丢理，损失惨重。那个战略轰炸机要想恢复没个几年是不行的。我想为了对冲这个影响，俄罗斯国防部就玩这一手。为什么被俘人员交换双方一点问题都没有，而换这个尸体对吧却出现问题？这个不能不说这是俄罗斯精心策划的一场舆论战。实际上它只有1212具，那对乌克兰来说每一具尸体他都要搞清楚。因为俄罗斯人以前跟乌克兰交换遗体的时候就经常把俄罗斯的士兵遗体或者为俄罗斯作战的这些人送到乌克兰这边。所以这个乌克兰人说了他们正在核对名单，他们
们国内失踪人员的名单，对吧？战场失踪人名单，还有这个比对啊，这些工作正在进行。这个俄罗斯方面就把遗体啊给送过来了。俄罗斯什么时候这么积极过呢？所以他这是蓄谋的一场宣传，一场秀。我们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根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啊，说6月8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透露，美国已将原计划援助乌克兰的2万枚反沙赫德无人机的导弹转用至中东地区。泽连斯基称啊，这是乌克兰与美国前国防部长奥斯汀共同商定的援助项目。该项目是专门拦截俄军的沙赫德无人机而设计。那就是特朗普啊上台以后，把这个前任搞的这个合同啊，他不认了，他把这2万枚导弹啊运到了中东。这个显然啊，泽连斯基啊遭到了特朗普的背刺啊。特朗普嘴上不说啊，但是他的行动啊还是在逼乌克兰投降。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俄罗斯正在赢得特别军事行动的胜利的言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予以明确的反驳，表示他自己亲自向特朗普表达了自己的看法。6月9日，泽连斯基对媒体说啊，他说我认为他已经公开说过类似的话，而且我知道他也在一些私下场合向身边人这样说，但我多次强调这种说法不正确。泽连斯基解释称，这不是说他言论不正确，而是战争的现实并非如此。这不是什么胜利，你付出了100万人，仅仅换来几千平方公里的土地，这算不上胜利。大家看视频啊。Does President Trump believe that Russia is winning this war, do you think? Yes. Has he told you that? I think he's publicly said about it, and I know that he shared this information with some people around him, and I think this operation, and I said it a lot of times, it's not true. Not true, I mean, this not about his words. Yes, just to be understandable. Yes, about the real situation. It's not a victory when you really spend 1 million people for getting some thousands of kilometers. It's not a victory. It's initiative because of the people, volume of weapon, and this initiative in your hands. But this is not a victory. And I said it to President Trump. You will see. This is not a victory. 德国之声报道啊，说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呼吁最大限度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瑙塞达提议将所有仍未被制裁的俄罗斯银行完全切断与 SWIFT 系统的联系，将俄罗斯引资船队中所有的船只纳入到制裁名单，并扩大对为俄罗斯国家预算提供资金支持的能源公司限制，包括北溪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和卢克石油公司，说否则他们会认为我们软弱，并相信欧洲没有勇气做出大胆决定。瑙塞达在接受星期日图片报采访时表示他指出已经实施制裁力度不够，俄罗斯借助第三国成功规避了许多制裁。正因为如此，尽管俄罗斯经济并不处于最佳状态，但在当前形势下依然运行相对正常。这个瑙塞达还指责德国总理梅尔茨，称其最近访问基辅期间对莫斯科提出因拒绝停火而面临制裁的警告，最终未付诸实施，也就是嘴上说说。以色列驻乌克兰大使布罗德斯基昨日首次在采访中证实，以色列已将爱国者防空导弹移交乌克兰。虽然布罗德斯基大使未说明以色列空军去年退役的8套叫钻石导弹系统具体提供了多少套，但自今年1月起，已有数架美国空军 C-17 运输机被观测到在以色列南部内瓦迪姆空军基地起降。但是有报道称90枚储存在以色列的爱国者导弹正通过波兰运往乌克兰。5月有报道披露，至少1套爱国者导弹系统正被转运美国进行翻新改装，后续将移交给乌克兰空军。路透社报道说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将在伦敦呼吁将北约的防空和导弹防御能力增强400%，理由是俄罗斯在乌克兰制造了空中恐怖主义。他还强调需要数千辆装甲车、数百万枚炮弹，并将后勤能力提高1倍，也就是准备好跟俄罗斯打仗了。6月6日，法国国防部长表示，一家大型法国汽车制造商将与一家小型法国国防公司联手，在乌克兰配备用于制造无人机的生产线。那今天媒体透露了这家公司就是雷诺公司现在项目正在等待乌克兰
兰国防部的批准，估计生产线将在距离前线100公里左右。生产线建成后，将为乌克兰生产无人机，也为法国国防部生产无人机。这个乌克兰战场是现代军用无人机的第一实战实践这个试验场。同时啊，乌克兰的劳动力便宜，这为欧洲的军工建设带来了最好的低成本军工制造基地，也为乌克兰解决了战时就业问题。大量乌克兰妇女进入职场，乌克兰也趁机在这个过程中彻底淘汰旧的苏式武器。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雷诺公司计划在乌克兰生产无人机一事发表评论，并对该公司在汽车市场前景做出评估。扎哈罗娃向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表示可见他们对自己的汽车前景评估很现实，真是彻底失去市场了。也就是扎哈罗娃认为这个雷诺公司不务正业，造无人机去了。这个俄罗斯口炮界的天花板梅德韦杰夫最近又开始放狠话呀。6月8日，梅德韦杰夫在评论有关俄军在乌克兰第聂波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发动进攻的消息时说如果乌领导层拒绝在谈判桌上承认战争现实，他们将在战场上看到新现实。梅德韦杰夫在电报社交平台写道，他们已受到警告，那些不愿在谈判中承认战争现实的人将在地面上得到新现实，无论新现实是什么，侵略者必败，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正义必胜的。一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官员表示，俄联邦安全局发现大量案件同获取军事装备和零部件供基辅政权使用有关，也就是俄罗斯人偷窃或者各种办法把俄罗斯的武器和零部件装备偷出来卖到第三国，然后这个第三国再整到乌克兰去了。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消息说，此类活动一直由外国情报部门控制，规模庞大，并体现在对俄罗斯国防工业企业各类产品的需求上。该官员强调，首先是火箭、航天、航空、造船，然后是常规的武器和弹药制造，也就是俄罗斯自己开足马力生产，然后还有很多就被俄罗斯那些蛀虫就是那些人把它偷出来，或者通过其他手段瞒报卖着，最终是流向乌克兰，这不就是资敌吗？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报告说，年初以来，俄罗斯地方当局一直在降低合同兵的一次性奖金，表明在日益加剧的经济压力和制裁面前，俄罗斯的预算危机正在加深。在萨马拉州，奖金已经从45000美元降至26000美元；在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从39000美元降至24000美元；在夏诺夫格罗德州，从38000美元降至19000美元；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由2万美元降至12000美元；在乌法市已经降到了7000美元。这些变化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地方预算赤字。巴什科尔托斯坦的预算赤字已上升至1.24亿美元，科迈罗沃州的预算赤字则上升至8.99亿美元。赤字的增加主要源于煤炭行业危机，15000名矿工面临失业风险。俄罗斯地方当局正在重新审查支出优先事项，将重点转向联邦监督下实施的国家项目。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指出，奖金减少凸显各地区财政不稳定，政策缺乏协调性，这只会加剧战时经济下的社会紧张局势。所以泽伦斯基说他说我们已经非常接近能够迫使俄罗斯停止战争的时刻了，我们感受到了这一点。希望特朗普应该对俄罗斯联邦实施额外制裁。普京只有在一场非常漫长、持续多年的战争中才能获胜。泽伦斯基意思就是现在这个逼俄罗斯停止战争就差最后一下了。特朗普如果对俄罗斯实施额外的制裁，那么普京只有停战这一条路，因为俄罗斯的经济面临着崩溃。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秘密情报文件显示出对大国的深深怀疑，甚至其一个秘密情报单位明确指出大国人为敌人。这是《纽约时报》7号一篇文章披露的，该报道已得到6家西方情报机构的证实。该此前未披露的情报单位警告说大国对俄罗斯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其官员表示，大国正越来越多地试图招募俄罗斯官员追寻敏感军事技术，包括无人机及空气动力学，引诱不满的俄罗斯科学家，威胁并监视俄罗斯远东地区，以软实力影响中亚，研究瓦格纳等。在两国官方亲密永恒友谊的背后，俄罗斯实际上一直视大国为其战略威胁，尤为担心大国在远东和北极
地区的野心。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称，大国正在这些地区搜寻古代大国痕迹，以便为未来的领土主张辩护。这个套路大家都懂吧，对吧？先跑去考古又发现了4000年前的什么东西，对吧？上面刻着一个什么字，或者对吧？这个文字跟咱们那就是咱们的地方。所以这个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说大国正在这些地区搜寻古代大国的痕迹，以便为未来的领土主张辩护。俄罗斯安全局不止于怀疑，入侵乌克兰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悄悄启动了代号为协约4的专项秘密行动，旨在遏制大国对俄罗斯的间谍活动。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地缘政治决定了俄罗斯和大国之间必然是同床异梦。自古以来这北方都是大国的不稳定因素，是最大的安全隐患。所以这个俄罗斯变成20个小俄罗斯，对大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